后来，这个气温是继续咧下降，未少的家庭会上山去看雪。提醒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朋友的健康，因为这个小朋友带着高山症的几率是大人的2倍。万不伊若无及时来治疗，上严重者可能会来致死死亡。另外，这个天气真冷，热雨线肥大的长辈，千万唔通来浸热。讲若来浸热，真会产生着卡热的问题。好，很不舒服。3岁半查某囡仔伫救护车顶，强要袂喘气，家长有够着急，进前即家伙去合欢山伤势，囡仔高山症发作，赶紧送落山治疗。医生提醒讲，上山入雪虽然欢喜，不过囡仔一定要谢字。最严重其实就是死亡，我们的肾脏是没有办法适应高地的高度，那这时候我们的水分是没有办法排泄，水分没有办法排泄，累积在身体就会造成脑水肿、肺水肿。医生讲，大人发生高山症的比率差不多是36%，不过囡仔会到59%，也就是讲差不多是大人的2倍。一旦囡仔伫山顶出现乌白吵闹、无胃口，还是头壳戆戆，会并发，就可能是高山症。建议乡亲唔通一摆冲上山，而且先伫中海拔的所在停留1天、过2天，再去较高海拔的所在。在2000公尺以上，我们就觉得有高山症发生的几率，不论是大人或小孩，会建议就是如果有需要，前一天就是24小时之前开始服用所谓的高山症预防药物。有些男性若时常浸热，嘛要注意，有可能会引起膀胱发炎。膀胱很胀、很胀、很痛，可是其实尿都流不出来。冬天的时候也会发现，攝護腺肥大的男生急性尿滞留需要到急诊去导尿的人数也会大幅上升。50岁以上的男性，较有发生尿线肿大、天气遮寒，千万唔通浸热。气温向降降低，无论是大人囡仔，拢要随时注意身体变化。